后来又继续来到云林拿来乡的九强村，一大片的落羽松，最近这个叶啊慢慢泛红了。透过网络的宣传，将做真热门的翕相的景点。妈妈带宝贝仔囝来落羽松的所在翕相，这个遮就亲像天堂，风景有够水的。不要看那个，那个飞的好。还不错啊，蛮漂亮的。气候来到寒天，落羽松慢慢啊转红。云林县拿来乡九强村这个遮落羽松，因为网络宣传，或者变甲真有名。1、2、3。我从台北来，专程过来，然后来看这边的很漂亮落羽松。我从嘉义来，我觉得再过个几天应该会更漂亮。更漂亮哈。对，如果天气又更冷的话。这片落羽松拿伫咧溪边的宝华边。本来这个遮无人知，不过疫情的影响，每一个景点拢是人客人，游客刚来当趁平常时人少时间来遮佚佗游览。